还我土地！还我土地！我要生活！我要生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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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我土地！我要生活！还我土地！还我土地！我要生活！我要生活！2018年1月24日，西拉河林业局。我要生活！还我土地！还我土地！我要生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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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堵门去了。堵住。这边还有喊的，还该冲冲。关上门，关上窗户，真鸡巴呢呀！完了，炸了！我操！这炸了！他妈的，这二塔被推了！我操，上高地了！上高地，就算高地塔了。完了，推水晶了，开始啊！完了。